皇上，江正回消息了。怎么样了？哼，还是赔光了吧？臣对不起皇上，臣让皇上担忧了。江正不仅赚回来了钱，还多赚回来了2倍。你说什么？全赚回来了，没有赔吗？没有赔，1分都没有少。皇上，是您的睿智当机立断。江正买回了五谷杂粮，而且还有惊无险地赚回来了。哎，朕让江南的百姓受苦了，朕对不起他们呢。没有，皇上，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受苦，只不过是虚惊了一场。啊，皇上，现在李煜铸铁钱的政策已经收了，又改回铜钱制了，这一仗啊，咱们打赢了。你要骂，就尽管骂吧。哼，起来吧，啊！哦。你呀，好了，朕想微服出去看看，看看朕的百姓们怎么样了。叫着光义，跟朕一块儿去吧。是。并蒂莲，卖并蒂莲了，生生世世好团圆，卖并蒂莲。皇上，你看，百姓繁衍生息，安居乐业。是，只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，朕也就安心了。客官，客官，买只并蒂莲吧，客官。买只吧，客官。皇上，听说最近周文皇又添一子。哎，客官，您怎么不买了，客官？赵普，拟旨，下诏李煜夫妻上汴京面圣。皇上，您邀请他们的理由呢？就说要他们下个月来参加朕的秋季大典吧。是。你带我去哪儿啊？很快就到了，不许睁开眼睛啊！小心，好了，小心台阶啊！好了，你可以看了。娥皇，你这是？今天是七夕，也是您的生日，臣妾想要国主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日啊！啊，你看，你把星星都聚在一起了。啊，是牛郎星和织女星今天聚首了。牛郎跟织女1年才聚在一起1次，这样天天跟你在一起。来，臣妾祝国主福寿绵长，也祝我们年年岁岁相依。朕真的要感谢你，感谢今生有你相伴，愿我们生生世世永结同心。国主，臣妾能陪在您身边，是臣妾的福气。
是不是应该私下给娥皇去一封信，对他倾诉我这么多年来的思念？大宋使臣奉上邦皇帝诏命，特地带来礼物及皇帝诏书，敬呈唐国主。大宋使臣奉上邦皇帝诏命，另有礼物敬呈唐国后。臣妾参见国主。娥皇，来，你来看看，这是大宋皇帝派人送来的礼物。他特别指明这一份礼物是要给唐国后的，意外吧？朕也觉得很惊讶。不过使臣说赵匡胤善待从属国，所以就派人送了礼物来。朕真的是很开心。朕相信以后两国会越来越好。朕对赵匡胤的感觉也越来越好了。哎，不如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里面装的是什么。娘娘，娥皇，没事吧，娘娘？没事，只是有点风寒。那我们来看看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吧。后袍。并蒂莲，大宋皇帝送你并蒂莲做什么？赵匡胤是个聪明人，他送并蒂莲，肯定是有寓意的。啊，朕猜想，他送并蒂莲是表示上邦要和我大唐缔结联盟，两国要永远交好之意。至于这后袍，该不会是在暗示，迟早有一天会恢复我大唐帝制？国主，朕跟你说啊，赵匡胤这个人，朕跟他接触过，虽然说时间不长，但是他是一个有魄力，而且有英雄气概的人。只要他想做的事情，朕相信他一定能做得到。国主，既然是上邦送来的礼物，这份心意我们收下就是了，又何苦联想那么多呢？大宋皇帝对我们有这么好的祝福，那臣妾更应该协助国主，为我们国家多尽一份心力。好，那你就把它收好吧。朕还有朝务，要先回承新堂。恭送国主。娘娘。寡人犹待此春情。娘娘，你说他这人怎么就不死心呢？我赵匡胤一定准时复原。应是花灯会，离别竟匆匆。滁州湖畔，桃花初绽。晓日相近，半休还半息。夫子凉亭，陌上芳绿。月下凝露，寡人犹待此春情。娘娘，他这个人，他都已经做了皇帝了，后宫佳丽应该有无数才对呀，为什么还会这样呢？
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？娘娘不管怎么说，您都不能泄露自己的心情，好吗？娥皇，国主，娥皇，你怎么了？有点不舒服。没事吧？对了，朕把一件重要的事情给忘了。赵匡胤邀请咱们夫妻俩去参加秋季大典，你觉得应不应该去啊？臣妾也不知道该不该去，国主应该跟大臣们商议才是啊。朕会跟他们商议。那朕先回承心堂了。红丝带绑着白色，是什么东西？那究竟是什么东西？娥皇为什么要藏起来？怎么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？是不是我看错了？要不要回头去问问？算了吧，猜忌多疑，岂是君子所为？娘娘，我看您还是把那条绣帕给毁了吧，晴儿担心它日后会给您带来麻烦的。我怕带来麻烦的不是绣帕，而是他这个人。他若不时捎来些话语，那岂不是更麻烦？对呀，你说他这人，他怎么就是不死心呢？所以为了让他明白，也为了我朝的安全，我们夫妻应该去汴京见赵匡胤。我应该当面跟他说清楚，为了黎民百姓，让两国地盟交好。可是娘娘，您要是去了汴京，万一他……那可怎么得了啊？更别说您是和国主一同去的，这也太不妥当了。瞧你把人家想的像个地痞流氓一样。他毕竟是皇帝，他那么做，别说我看不起他，就连他的臣子也不会敬重他了。那他为什么还要在绣帕上留下那句话？这不是诚心扰乱人心吗？你不懂，他只是告诉我，他的情还在，他有遗憾，或许他还是那么不甘心。可是娘娘，过去的都过去了，就算是遗憾，也得让它过去啊。话虽如此，可感情的事要能说得明白，那古往今来，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诗篇去歌颂情爱呢？快点，快点！别磨蹭，快点！来了。使臣去了那么久，娥皇必然已收到绣帕了。他会来吗？他知道朕在想他吗？多少年了，娥皇，多少年了，朕没一日不挂念着你啊！你这几盆栽的算什么盆栽啊？啊，一点叶子都没有，每盆都是干粗枝小，简直丑死了。干粗枝小是要先强壮根基，这样才有生命力，将来才能长得好。这都是小的花了心血。你就会瞎说！你们吵什么？哦，皇上，皇上，奴才该死！奴才该死！统统下去。是。干粗枝小是要先强壮根基，这样才有生命力。臣修剪杂枝是为了强壮主干。皇上，臣弟参见皇上。启禀皇上，臣共搜集到各地藩镇节度使的恶劣行径300余条。皇上，诸将有很多过错，
请皇上以谋反之罪论处。鞭打佃农，私访逃犯，抢灾不利，错杀良民，轻纵盗匪。这里面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够得上谋反的罪名的。你们要给朕搞清楚，朕是要收兵权，而不是要杀人。诸将不是朕结拜的衣舍兄弟，就是辅佐朕登基的功臣，人人都有功于朕。可是，他们个个都恃功而骄，皇上就能担保，他们不会以下犯上吗？这可是防患于未然的最佳方法。你住口！狗死狗烹的事，朕做不出来，也永远都不会去做的。朕和这些兄弟们的感情非常的深厚，你们永远都难以想象。当年周世宗时期，在对汉隐帝的一次战役之中，汉军发动猛烈攻势，朕和慕容延昭兄弟以寡敌众，陷入苦战。慕容延昭兄弟为了救朕，奋不顾身地替朕挡了一剑。啊！兄弟，兄弟，延昭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！公堂江北14州的时候，周军进展不顺利，世宗宣布撤退，大军全都撤走了。但是朕受了伤，昏了过去，是石守信不放弃朕，回到林中找朕，把朕背了回来。大哥！不打仗的时候，我们兄弟们就玩在一起，闹在一起。我们是同生共死、感情深厚的好兄弟。当初朕和兄弟们结拜的时候，就对天立过誓，要和弟兄们有福同享，有难共当。朕和这些弟兄们的感情，你们是想象不出来的。皇上为了顾念兄弟们的感情，一心想要保全他们，这是对的。可您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他们不肯缴出兵权，反而联合起来反抗你，那该怎么办？皇上，朝廷一旦调动不了军队，那社稷就岌岌可危了。好，我们不说别的，就说慕容延昭现在殿前都点检这个职位，就是皇上当初黄袍加身的位置呀。皇上，您仔细想一想，如果他要是反了呢？当初皇上不也是对大周朝忠心耿耿吗？皇上，您现在必须认真地看待自己的身份。您和那些弟兄们已经不再是普通老百姓的关系了。皇上，为了我大宋长治久安，有些手段也不得不为啊。正治他们以后，您对他们的子孙加以厚待不就是了？皇上，你们说的都对，你们是在替朝廷考虑，替朕考虑。可是要朕杀人就是不行，朕就不相信，人是不能共富贵的。不相信这件事的解决方法只有一条出路。皇上讲义气，可是那些人如果不讲义气，该怎么办呢？皇上当初要统一天下，是为了让老百姓远离战事的荼毒。但是如果现在有人因为私心，再造成5代时期的4分5裂，该怎么办呢？要盖一座高塔，需耗时费日；可要摧毁它，只需一支火把就行了。有时候，一个错误的决定，朝廷就会前功尽弃呀。国主乃我朝一国之主，亲赴汴京太冒险了，臣认为不可轻率答应。
上邦皇帝登基不久，他要收揽人心，又要表现出宗主国的风范，臣认为他不会为难国主。上邦皇帝的真正用意，臣很难揣测。臣担心，宋廷如果别有用心，有意扣住国主，那该如何？国主，可是上邦皇帝下了诏书，国主岂能拒绝？臣认为，国主应该去。赵匡胤在柴荣去世不到半年，就自己主导黄袍加身的戏码，可见此人心机深沉。臣弟担心这是陷阱，臣弟不赞成去。臣担心，如果惹恼了大宋，将来要付出更大的代价。可此去就是冒险，抗命更是冒险。如果大宋以此为借口，大举兴兵，我们该怎么办？现在朝中大臣分为两派，一派主张朕该去汴京，一派主张不该去。两边说的各有道理，朕真是左右为难呐。国主，臣妾想过了，臣妾认为我们应该去。为什么这么认为？其实，我们可以趁这次去汴京的机会，向大宋皇帝提出双方互不侵犯的盟约，这样不但天下太平，我朝的百姓也得以永享安乐。可是朝中的大臣认为，朕到了汴京，可能会被扣住。赵匡胤作为大宋的皇帝，他怎么会是这种小人呢？你怎么会对赵匡胤这么有信心呢？臣妾只是听国主提起赵匡胤的为人，既然他那么有英雄气概，当不至于做出这种小人的行径来。这样吧，我们再想想吧。朕现在考虑的不只是朕一个人，而是攸关全民百姓。朕的一个想法，一个念头，都影响到千万子民的身家。我们要从长计议。国主，夜深了。裴厚德，朕问你，你相不相信人有某种感应的能力？感应能力？哎，有啊有啊有啊！小的以前去过赌房，小的预感我那一把一定会赢，所以小的就……说的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您说的是什么呀？朕跟你说一件事。你笑什么？朕怀疑娘娘有私藏东西，也怀疑娘娘认识大宋宫廷中的人。国主，为什么娘娘会认识大宋宫廷中的人呢？因为那宫廷中人送礼物的时候，暗中藏了一封信，就是那红丝带绑的白色的东西。国主，您在说故事，而且是不太高明的故事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为什么娥皇说他信任赵匡胤？肯定是他认识的人，能够在赵匡胤面前说得上话。能在他面前说得上话的是谁呢？国主，绝对没有这种事，您一定是看错了。一定是有一条红丝带，朕亲眼看到了。国主，通常女人买精细的东西，商家都会用红丝带把它绑起来。小的想，一定是娘娘或晴儿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，绝对不是什么大宋宫廷送的东西。国主，你想的太多了。朕肯定有一个人，他会是谁呢？陈乔，
韩老呢？又不见客。臣找过韩大人几次了，这老家伙最近时常不在家。他的家人说，他常在外边喝酒。铸铁钱的事，是朕伤了他的心，也难怪他。国主，朝政推行不下去，总有诸多原因。他是朝廷的官员，领着朝廷的俸禄，怎么可一件事不合他意就不上朝了呢？臣会继续找他的。本想问问他，对朕是否该上汴京提出看法。既然他不在，那我们就3个人商量吧。是。国主，您是否决定了？朕细细想过了，朕不能轻离金陵。那就别去了。臣等本来就不赞成国主去，只是不去需要有理由复旨。该用什么理由呢？就说朕生病了，不适宜长途跋涉。国主，您才见过使臣，他知道您身体状况良好，您不能称病。那就说娘娘病了。陈乔，去拟旨吧。是。美女加美酒，天下第一大享受。说得好。大爷真是您老是糊涂了。凭您的学问，那早该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。宰相，您越老越不休，天天鬼混，瞎胡闹，玩掉前程。你懂个屁！我故意以此自侮，是避免入相。你不懂。为什么呀？我这叫明哲保身。你也不懂。韩大人，韩大人，您在这儿呢。你是谁？哎呀，我呀是来陪您喝酒的。喝酒啊？你是谁啊？韩熙载，你在这儿呢，把他架走。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我还没喝够呢，我还喝。太像话！干嘛呀？韩，我是……哎呀，我还没介绍我自己呢，这不……臣韩熙载恭请国主圣安。是陈乔把你弄醒的。臣无状，臣不知检点，臣愿意领罪。算了吧，朕心里清楚。先前政令的失败，是朕不够坚定，是朕的错。还望韩老不要对朕失望，朕会尽力做一个明君的。是国主，臣惭愧。是臣没有尽到臣子的责任，请国主治罪。朕不会治你的罪，朕只要你打起精神，负责秋试的科考，希望你秉公为朝廷拔擢人才。是国主，臣万死不负国恩。去吧，臣告退。都下去吧。是。国主，真的让韩熙载当秋试的主考官吗？他可是个为德不足之人，怎么能当秋试的主考官呢？臣请国主收回成命。国主。
这个好。哎，你放心啊，千万不要紧张，你这次一定会金榜得名的。哎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里面有好多官儿，我都认识。哎，像那个主考官韩熙载，知道吗？我们一起吃过饭，喝过酒。哎，记不记得？上一次记不记得？记得上一次吧？我们经常在一起，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。哎，千万不要紧张，别紧张。哎，我看你比我还要紧张吧？放心啦，考试是考个人的实力，你总不能做法让别人落榜，让我高中吧？哎，再说了，我拿着赵大哥送我的御笔，我一定能够高中的。说得对。请问这位兄弟的大名是？樊若水。哈哈，他的名字啊，一定会出现在榜单上。考生进场。哎，快进去，不要紧张。参见皇上。平身。小的叩见皇上。皇上，这个小校有话要说。有什么话说吧。是。前几天慕容延昭将军和几位将军聚会长剑，有人在发牢骚，说皇上在查他们。私下聚会。是。朕的义社十兄弟和一些交好的弟兄，过去每年都会有1、2次聚会。自从朕当上皇帝之后，就常找他们入宫宴社。除了入宫宴社，难道他们自己还要在私下聚会吗？说下去。是。有人送了一把古剑给慕容将军，慕容将军就把其他的将军全都找来了。小的正好在现场帮忙，所以就听到了他们的对话。各位兄弟，来，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。好啊，好，来，什么东西？来啊！这一把宝剑是伍子胥祖传的7星龙渊宝剑，相传是由欧冶子和干将2大剑师联手所铸。好剑呐！2大名师铸造，那他的精湛是没得说了。是啊，慕容兄，今天是不是也应该把皇上一起请来啊？皇上朝务繁忙，皇上要是想赏剑的话，他日将剑送进宫中就是了，何须他再走一趟？是啊，然后把慕容兄府上被查的事也一并说给皇上听。哎，冲云兄弟，不可胡说。我不是胡说，前2天赵普和赵光义竟然来我家查我，把我过去处罚一些刁民的小事全翻了出来。诸位说说，皇上这么做是什么意思？你也被查？我以为只有我也被查了。还有我。看来我们大家都被查了。我们跟皇上是有兄弟情谊的，难道皇上他不信任我们了？哎，是不是赵普和赵光义2个人自作主张，而皇上却不知情呢？如果皇上被赵普、赵光义这2个家伙给蒙蔽了，那我们应该联名上书啊！我赞成，我们应该清君侧，否则的话，我们只有坐以待毙。不可以，皇上是脑筋清楚的人，我们10兄弟感情深厚，岂能因为这等小事破坏情谊啊？小弟觉得，这清君侧是非同小可的呀，更何况我们跟皇上的感情也不输于皇上和他兄弟赵光义呀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我们才要为皇上着想。我等一心辅佐赵家天子，可是赵家天子能不能容下我们共享天下呢？皇上，他们每个人讲的话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你说完了吗？是。好大的胆子！哼！啊，皇上，你身为将军府节度使的小校，竟敢把长官聚会的事情给传了出来，这是不忠，破坏皇上和诸将之间的情谊，你这是不义。存心告密要长官受罚，你这是不仁。不会分辨诸将之间是在发牢骚，还是起义心，你这是不智。像你这种不忠不义、不仁不智的东西，朕留你何用？皇上，小的只忠心于朝廷，才会一五一十的说出来。小的知错了，小的愿意领死。啊！
知错者乃大勇之人。朕相信你对朝廷是忠心的。起来吧。谢皇上，谢皇上。退下。是。皇上，依臣看，这小校将来对皇上会更加的感佩，对朝廷更加忠心了。都是拜你所赐啊！皇上，诸位将军牢骚满腹，而且还怀疑皇上对他们的情谊。皇上再不下决定，恐怕到时候为时已晚。皇上，周世宗时期规定，军中偶语者诛。如今这几个人虽然不在军中，但是有牢骚，就是对朝廷的不满。依臣看，就凭这些，也足够治他们死罪了。你对朕说过，朕是皇上，朕的一言一行，天下人都在关心。你也问过朕，朕要在史册中成为什么样的皇帝？你们说的话都很有道理，朕也都听进去了。你们要天下人怎么看朕？要后人怎么来评价朕呢？国主驾到！有娘参见国主。裴公公。听到你弹的曲子，朕心里就舒服了。那有娘再弹一曲吧。等等，先陪朕聊聊吧。国主想聊什么？听说你跟娥皇认识很久了。是。那他在北朝宫廷里有没有认识什么人呢？国主何以有此疑问啊？哦，没有，随便问问。啊，有娘不清楚。不清楚。国主。没事，没事。国主来问你了。娘娘，这事儿您要好好处理呀。我知道，既然都只是过去的事情，我会跟他解释清楚的。我在怕什么？过去的那段情，我早就把它深埋在心底了。对，我必须坦然面对国主。见过娘娘。国主他休息了。国主和相爷还有徐大人在商议科考的事。
我明白。启禀国主，录取的9人当中，其中5人与韩大人关系匪浅，所以导致落地学子的陈情书如雪片一样飞来。臣以为秋氏大考乃是为国举才，韩大人不应该徇私。相爷与臣非常忧心，故联名上奏，请国主定夺。有这种事？国主，臣调查得清清楚楚，5学子当中有3学子之父和韩大人是故旧，有1人跟韩大人是在酒楼相识，最可疑的1人是跟韩大人整天混在一起。国主，如果不处理这事儿的话，难度众人悠悠之口啊！把韩熙载找来。国主，这种事情韩熙载是不会承认的。是啊，朕最讨厌人徇私不公。这5名学子究竟是凭实力，还是韩熙载偏袒？唯一能证明的办法，就是让他们再复试一次。如果他们真的有实力的话，即使他们是韩熙载的旧时朋友，也是朝廷应该网罗的人才。是啊，让他们再复试一次，如此甚好。不过，国主，复试如举官呐，臣以为应该避开韩大人才是啊。那就由相爷复试吧。臣遵旨。哎呀，你说这怎么办？复试就复试，只要我们有实力，还怕什么复试？说的对呀，大家说是不是啊？哎，这考试不只考实力，还要碰运气。谁能保证复试他就不会出意外呢？说的对，没错。哎，现在金榜已经贴到宫门上了，人人都知道你们是新科进士。对，要是这次考试不被录取，那不就等于向天下人昭示韩大人徇私舞弊吗？对呀，是啊。你们说，我好久都没有见过韩大人了，我怎么会让他关照我的儿子呢？是啊，韩大人最讨厌人家攀关系求名位，这个罪名就是要污了他。对，别人没有被韩大人关照，那我呢？江正大师神通广大，又最会拉关系，也许我才是被偏袒的一个。哼，不是靠真本事上的，这个功名得的一点也不光彩。哎，弱水才冤枉呢，韩大人根本不认识我，都是我这个嘴巴爱吹牛，他才被拖下水。哎，他何必要复试呢？我要不要跟他明讲？所以本人拒绝复试。对，我也不接受复试，我也不要复试。只要我们5个人行动一致，朝廷就奈何不了我们。没错，对。哎，我提议我们5个人联名上书给韩熙载大人和陈桥大人，求他们为咱们做主。对，没错，是吧？咱们呢，坚决不能参加复试，没错，因为这并不公平。对，没错，坚决不去。国主，5名新科进士认为他们受了冤屈，拒绝复试。国主，臣对天起誓，臣没有不公，没有偏袒，没有包庇。如果没有不公，为何录取的9人当中，其中5人跟你关系匪浅？臣确实不知道有这么多人跟臣相识，如果属实，那也只是巧合。国主，落地学子难免会发牢骚，如果您据此就指责臣，那才是对5名学子的不公，更是对老臣的不信任。韩大人，国主，徐攸向来看臣不顺眼，他传到相爷联名上奏，相爷是个老糊涂，被利用了还不知道。韩熙载，你这是在骂谁？臣无状，臣请国主给5名学子一个公道。他们拒绝复试，朕如何还他们公道？国主，臣有办法。
请国主亲自出题为他们殿试。国主御殿命题亲试，这是他们的荣幸。臣想，这5名学子一定肯来。这倒不失为一个两全其美、顾及双方立场的方法。由朕主事，必然公正，他人不会有话说。好，就这么办。陈乔，你去拟旨，朕要重新下诏。是，臣遵旨。国主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都平身吧。谢国主。朕出的考题很简单，就是针对当前朝廷的困难及危机，你们自定题目，详述如何增加国力，如何改善朝廷的财政，或如何抵抗强敌。就各位所见所思，写一篇策论。是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徐大人，哎呀，什么事？一定是陈乔、韩熙载2个人刻意对我们几位隐瞒消息。既然5名学子已经断然拒绝复试，应该全数落榜。哎，国主怎么能为他们殿试呢？我们去看看。好。论长江天险，好题目，就不知你是否能言之有物。怎么样？国主果然在里面殿试呢。确定就好，事情还有转圜。我们走。朕乃一国之主，连殿试5个人都不行吗？只不过一个科考，你们翻来覆去要朕下诏，那朕说的话还算数吗？国主，臣有罪，臣愿意领罪，但是臣请国主再细思量，这5人第一次诏令复试拒绝，拒绝便已是抗命，抗命应该下狱治罪。5学子非但没有下狱治罪，反而得到御史的荣宠。国主，这是有损国威，大非所宜。此举无意助长世子的雕风。为了正纲纪肃根本，国主不可一误再误啊！殿试之后，应该将5学子一律予以处落。徐大人，你胡乱听落地学子的怨言，无知本官徇私，本官不予计较。可是你污蔑学子，误导国主下错诏令，导致学子们抗命拒绝复试，你一连3错。今日国主殿试不过是为了谋求补救，给学子一个公道，也度悠悠之口。你却要国主殿试之后一律处落，这才是一误再误而3误。启禀国主，徐游之意绝不可行。韩熙载，你是否与陈生、李生、王生之父他们相熟？你是否与樊生在酒楼相识？你是否与康生整日喝酒侠妓，甚至假扮乞丐戏弄妓女？你跟这些人是这种亲密关系，你要谁相信？你在看他们的文章试卷时，不会多给几分？国主，为了朝廷典范，为了端正考风，此5人万万不能录用。徐大人，我平常是爱喝酒，是爱瞎闹，但是这些人除了康生以外，其他的人我连名字都不知道，我如何给他们加分？启禀国主，开科取士的目的在于为国举才，应问这5名学子是否有真才实学。至于他们跟臣是否有关系，并不重要。内举不必亲，外举不必仇。就算跟臣认识，那又何妨呢？启禀国主，为国举才，还没入朝为官就抗命，举这种才，不举也罢。启禀国主，为了此事您反复下诏，臣难辞其咎，但是逆上抗命何其重大！
这关乎国体，关乎朝廷纲纪，关乎国主的威信，臣请国主忍痛裁断。国主亲临殿试，殿后一律出落，难道这还不伤国主的威信吗？对，就是错杀百人，为了朝廷的安定可杀。若只为了国主的颜面，需要。臣无状。国主，这关系到朝廷千年万年的基业朝纲，国主应该要为后代皇子皇孙树立纲纪，树立典范。国主，抗命之人必是傲慢蛮憨，最终仍无法为朝廷所用，请国主垂鉴。国主，请为后代皇子皇孙树立纲纪。韩大人，你是让国主着眼于眼下的颜面呢，还是让国主顾虑朝廷千年万年的纲纪呢？哼，徐大人，你可真会诡辩，算你厉害。韩熙载，算服了你了，我服了你了。国主，臣告退。做一国之君，但求无愧于天，无作于地，还要赏罚公平，取舍轻重，要尽如人意，何其难哉！将军，皇上设宴，请我进宫。难道皇上设的是个鸿门宴吗？诸将会从这里进来，在待漏院等候传召。张德军会让他们卸下所有的兵器，接着呢，你就调派精兵，将集英殿布置得滴水不漏，时间刻不容缓。然后，你我兵分两路，你领兵从东北角入，好，我带兵从西南角攻。我们呀，来个四面夹攻，杀他个措手不及。这没有武器的武将，就好比是去掉虎牙和利爪的老虎，这心里头还真是犯嘀咕。是啊，如果有人现在要杀咱们，咱们也只好任人宰割了。冲云兄，怀德兄，这是入宫面圣的规矩，过去一向如此，不是吗？是啊，猛虎，猛虎！我现在才知道，被关在笼子里的猛虎到底是什么滋味。石守信，你说这皇上2个月前才请我们入宫宴射，为什么今天又请我们过来？是啊，会不会是慕容兄回京的缘故啊？我觉得，会不会是和上一次的事件有关啊？我认为皇上肚子里有话还没有说透。是啊，我现在啊心里也透着不安呢。
难不成这是一次鸿门宴？大家不要胡思乱想，我们和皇上是结拜的好兄弟，皇上是有情有义的人，他不会做出任何不合情义的事。所以，不管我们和皇上是兄弟还是君臣，我们心里应该存的是忠义二字。慕容兄，我韩重晕是个不怕死的人，皇上要我的命，我毫无怨言。我担心的是皇上身边的人，要是皇上受他们的蛊惑而要加害于我们，难道我们也要站在这里等死吗？皇上不会这样对待兄弟的。啊，诸位将军，诸位将军，皇上传口谕了，要各位到集英殿，请。啊，请走，走。诸位将军这边请啊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诸位将军，请稍后，小的去请皇上。张德军把我们晾在这儿，自己倒跑了，这到底什么意思？重云兄，待会儿不管皇上说什么，你可千万给我稳住啊！是啊，我还是那句话，皇上向来重视兄弟感情。如果待会儿皇上讲些什么，请各位兄弟务必往好的方面去想，一切以大局为重。两位兄弟，皇上今天会来吗？你们看，这四周的墙上，恐怕已经是满布机关了。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诸位平身，谢皇上。好了，大家都请坐吧，快请坐啊！谢皇上。好，坐吧。朕说过了，兄弟聚会，用不着君臣之礼，大家尽管开怀畅饮吧。各位，朕与诸位都是出生入死的结拜兄弟。这第一杯酒，朕要祝我们的兄弟之情永远不变。谢皇上。这第二杯，朕要谢谢诸位兄弟辅佐朕建立了大宋，这一份情，朕永世不忘。谢皇上。这第三杯，酒，朕要请诸位兄弟对朕以下所说的话多多的包涵。身为一个皇帝，就必须要维护天下的安宁，要懂得如何为天下人谋天下大策的道理。是，皇上，您伟大的胸襟，臣等万万不及。是啊，皇上，臣等万万不及。要长治久安，不是嘴巴说了就有的呀，这必须要君臣合力。君与臣都要有为天下苍生着想，舍得放弃个人利益的胸襟，这样理想才能够实现。否则，我们就得回到过去那种征伐不断、命贱如蚁的日子里去了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不仅是个人的富贵难保，人人也只能活在日夜猜忌和恐惧之中了。是啊，皇上高瞻远瞩，
臣等望尘莫及呀。要人人捐弃一己之私，那就会伤害到很多人既有的利益。但是要伤害到各位兄弟的利益，这却是朕最不愿意做的事情。利益是什么呢？说白了，不就是富贵二字吗？人生在世，谁不求享富贵？谁不求必荫子孙？既然如此，那朕就答应诸位兄弟，从今以后，不仅个个能够享富贵，而且人人也可以让后代子孙都享有荣华富贵。诸位，只要你们让朕能放手把这个国家带向长治久安。皇上，臣听不明白。朝廷是您的朝廷，您要国家长治久安，臣等是求之不得，岂有不同意之理？是啊，国家要长治久安，朝廷就必须要有实力。但是，朝廷的实力可都掌握在各位的手里啊！诸位兄弟，朕希望各位能交出兵权，把你们手上的实权都交给朕，让朕统筹运用。简单的说，为求天下安定，朕不得不收回各位的兵权呐。皇上，如今天命已定，您就是皇上，您想要什么就说一声，臣等一定听命。要是有人敢违天逆事，臣第一个就出兵讨伐他。您何必一定要臣交出兵权呢？皇上，难道你怀疑我们兄弟有不臣之心吗？不是，朕绝对没有怀疑各位对朕的忠心。但是，你们谁敢保证，你们的属下在某天的早晨不会将黄袍也加在你们的身上呢？皇上，臣等不敢。